然后让我介绍一下他好了。他很害羞，他在我的口袋里面。出来，你看呢？呀！你看，他穿阿美族的衣服呢。哦，嗨呀，来呀，嗨呀，哎呀，然后他要找朋友要牵手啊，交叉这样。然后很酷哎，怎么会有这种的货？可是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他是女生吗 ？Open 讲到底是你是男生女生？你给我说，我给你。可他穿女生的衣服哎。男扮女装。没关系啦哦，好勉强啊，接受，代表你也接受原住民的，对啊。哎，应该戴左边，戴错边了，这是情人带，代表他可以交女朋友了。然后这样，你看都有哎，而且还可以放槟榔在里面呢。好，我要让他陪我唱歌这样，好不好？还是要陪我睡觉就好了。不可以吃槟榔哦，然后还要规定他们。哎，好像神经病，在自言自语。好，好了，不是只有他而已啦，还有真正从部落来的朋友，欢迎都兰部落青年。在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他们可爱还是这个可爱？啊，那你休息哈，听歌就好，进去。不行，他要陪我。他有名字 ，Open 署名。好，然后我要唱一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写起来最有趣的一个作品。我还有一样，大家应该都了解的哈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唱歌传统方式，好像就是以前有在创作，可是现在很少人用这种传统吟唱的方式创作。我写了一首歌，要用这种唱歌的方式，献给所有在部落以外努力、辛苦、奋斗的，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的原住民年轻人。这首歌《都兰青年聚会歌》。清唱。我看一下年轻的清唱会怎样。好，天籁拿出来，天籁转到天籁。那个张红天籁，哒，对啊，天籁。吼啊嗨呀嗨呀吼啊嗨呀嗨呀吼。
Alright, down.